係唔係覺得而家北上深圳食嘢平到燒？尤其係嗰啲30蚊一份，甚至係30幾蚊一隻嘅所謂無骨脆皮豬，睇落去皮脆肉嫩，仲要啖啖肉，真係覺得自己執到寶。如果你係咁諗嘅話，我今日就要做醜人，兜頭淋你一盆冷水，話俾你聽呢啲咁平嘅無骨豬背後，究竟隱藏咗幾多你唔知嘅血淚史同埋污糟嘢。你以為自己係精明消費者，其實喺人哋眼中，你只不過係一條水魚，仲要係一條食緊人哋唔要嘅下欄嘢，都仲要多謝人哋嘅水魚。我哋首先講下呢個價錢先，30蚊港紙，喺香港連半斤靚少少嘅燒肉都買唔到，但喺深圳竟然可以買到成盤無骨豬，仲要包裝得靚一靚。大家有冇諗過，由養豬、宰殺、運輸、醃製、風乾，再到最後嘅燒製，每一步都要成本價。喺2026呢個年代，飼料貴咗，人工貴咗，點解偏偏呢啲豬可以賣得咁平？答案其實好簡單，因為你食緊嘅根本唔係一隻豬，而係一堆由唔同部位，甚至唔同來源嘅碎肉砌出嚟嘅化學產品。呢啲所謂嘅無骨豬喺行內有個名，叫做合成肉或者重組肉。佢哋會將啲屠宰場入面最唔值錢嘅部位，即係廣東話講嘅下欄嘢，好似係豬頭肉、淋巴肉、碎皮，甚至係一啲唔知放咗幾耐嘅冷藏陳年肉，全部剔咗骨之後，用一種叫做 TG，即係谷氨酰胺轉胺嘅生物膠水，將呢啲碎肉重新黏埋一齊。呢種技術其實喺2010年左右就已經喺食品加工界好流行，但而家係被用到極致。佢哋將肉碎放入一個模具入面，壓成一條條好似五花肉咁嘅形狀，再喺出面鋪上一層人工整出嚟嘅豬皮，咁樣一燒出嚟，外表睇落去就真係好似一整塊無骨嘅靚燒肉咁。你可能會問，食落去口感都唔錯喎，又滑又嫩，仲多汁添。呢度就要講到嗰啲化學魔術師啦。為咗遮掩啲下欄肉嘅臭味或者雪味，佢哋會落大量嘅味精、香精，仲有嗰啲聽都未聽過嘅化學調味料。最重要係為咗令到啲肉嫩，佢哋會加入大量嘅磷酸鹽，呢種嘢可以鎖住水分，令到啲原本乾爭爭嘅碎肉變得好似好有彈性咁。所以你食嗰陣覺得多汁，其實你係飲緊啲化學藥水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之前有個喺深圳做咗20幾年燒味師傅嘅朋友，佢今年都50幾歲啦。佢同我講，以前整一隻脆皮乳豬，要由揀豬開始，最好係揀嗰啲10幾斤重嘅乳豬，皮薄肉香。但而家啲平價無骨豬，好多時係用啲老豬或者病死豬嘅肉去整。點解？因為平咯。佢話佢親眼見過一啲細工場，入面嘅衛生環境差到你唔信，啲肉就咁堆喺地下，烏蠅周圍飛，工人就咁用手將啲化學藥水抹上去。你諗下，喺2024年到2026呢段期間，雖然內地話加強監管，但呢啲蚊型工場真係雨後春筍咁款，捉都捉唔晒。大家北上消費，圖嘅係性價比，呢樣嘢我完全明白。但係性價比唔代表要揾自己條命嚟教飛。如果你係40幾歲、50幾歲嘅中年人，身體代謝已經慢咗，仲要食咁多化學添加劑同埋鈉含量爆表嘅合成肉，對腎臟同血管嘅負擔真係好大。你以為慳咗幾十蚊餐飯，遲啲分分鐘要俾返幾萬蚊醫藥費，咁樣算唔算係精明呢？仲有啊，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啲30蚊嘅無骨豬，通常都係喺啲人流極旺嘅口岸附近，或者係啲網紅商場入面買，因為佢哋做嘅係一次性生意。佢知你係香港人，嚟一次半次，食完覺得唔對路都唔會返去追究。佢哋嘅成本低到你唔信，據講呢啲加工好嘅無骨肉卷，批發價可以去到幾蚊一斤。你想諗下，幾蚊一斤肉喺呢個2026嘅物價水平，你敢唔敢食？我哋再嚟睇下個包裝，好多時呢啲無骨豬會用真空包裝，話可以放好耐，方便你帶返香港。其實呢樣嘢仲危險。真空包裝雖然可以延長保質期，但如果入面嘅肉本身已經有細菌，加上如果你喺運輸過程中，即係由深圳坐車返香港嗰2-3個鐘入面，室溫太高，啲細菌就會喺入面瘋狂繁殖。
尤其係肉毒桿菌，呢啲嘢係肉眼睇唔到、鼻聞唔到嘅，但食咗真係會攞命。好多香港人仲好鍾意買完之後，第二日先叮反熱嚟食，以為咁樣就殺咗菌，其實一啲化學毒素係叮唔死嘅。講返點樣分辨呢啲下欄無骨豬？首先，你要睇佢個紋理。真正嘅豬肉，肌肉纖維係有方向性嘅，而且肥瘦分佈會比較自然。但係嗰啲合成肉，你睇下啲肉好似一咁，完全冇連貫性，甚至你用筷子挑下佢，啲肥肉同瘦肉好輕易就會分開，好似係夾硬貼上去咁。第二就係個皮，真正燒肉嘅皮同肉係連住嘅，中間有一層薄薄嘅筋膜。但係啲合成豬個皮同肉之間往往係平滑到好似用刀切過咁，因為佢哋真係用膠水黏上去㗎。如果你真係想食好嘢，唔該唔好貪嗰幾十蚊瓶。深圳當然有好嘢食，但係真正好食，用料正常嘅燒肉，起碼都要賣到70-80蚊，甚至過100蚊一份。因為人哋要用新鮮豬肉，要用正宗嘅炭火或者電爐慢慢燒，每一分錢都係成本。如果你見到有一間鋪頭，全場都係賣緊30蚊，仲要話自己係祖傳秘方，每日新鮮，你真係要留個心眼。我有個親戚，舊年60歲大壽，成家人上去深圳食飯，就係貪平嗌咗幾份呢啲無骨豬，結果食完返嚟，全家人屙咗3日，個親戚仲要入埋醫院。後尾問返啲熟悉行情嘅人，先知嗰間鋪用嘅係過期急凍肉，仲要係嗰啲經過多次解凍又再雪反嘅肉。你諗下，呢啲肉入面嘅細菌含量有幾高？呢啲就係所謂嘅平嘢無好嘢。其實唔止係豬，而家市面上好多平價嘅肉類產品，好似係肉丸、午餐肉，甚至係平價牛扒，都有呢種重組肉嘅身影。但係點解無骨豬特別多人中招？就係因為佢個樣做得太似，加上嗰陣化學香精味真係好誘人。好多香港人上去見到大排長龍就覺得一定係好嘢，其實好多排隊嘅人可能都係托，或者係同你一樣乜都唔知嘅遊客。我哋香港人一向以精明見稱，但係喺面對呢啲廉價誘惑嘅時候，往往會失咗分寸。你想諗下，一隻豬由出世到大，要餵幾多糧？要打幾多針？仲要人工去處理。如果30蚊可以俾到咁大肉你，間鋪頭仲要交租、出糧、賺錢，咁肉本身價值幾多？可能得嗰3-5蚊。3-5蚊買返嚟嘅肉，你覺得會係咩質素？其實喺2025、2026呢2年，內地嘅社交媒體都已經有好多人揭發過呢啲黑心無骨豬。有人影到啲工場入面用工業鹽嚟醃肉，用工業化學劑嚟令到個皮更加脆。呢啲嘢食落肚，真係慢性自殺。我唔係話深圳冇好嘢，深圳有好多好有心嘅餐廳，但佢哋嘅價錢絕對唔會平到咁離譜。所以我真係想呼籲大家，反上去消費係冇問題，支持兩地融合都係好事，但係食落肚嘅嘢真係要小心，唔好再做水魚啦，唔好再以為自己執到寶。嗰啲30蚊嘅無骨豬，留返俾啲想交學費嘅人去食啦。如果你真係鍾意食燒肉，返香港揾間信譽好嘅老字號，雖然貴啲，但起碼你知自己食緊乜。大家要記住，呢個世界無免費午餐，更加無平到離譜嘅無骨豬。下次見到嗰啲排長龍嘅平價燒味鋪，諗下我今日講過嘅嘢，諗下啲下欄肉同生物膠水，你仲有冇胃口食落去？我諗大家心目中都有個答案。其實唔止係豬，甚至係一啲所謂嘅無骨鴨、無骨雞，原理都係大同小異。呢啲高度加工嘅食品，入面隱藏嘅添加劑，可能比你想象中仲要多。我哋成日話要食得健康，但係往往為咗慳嗰幾十蚊，就將啲化學廢物塞入自己個肚入面。尤其係屋企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嘅，更加要幫佢哋把關。老人家腸胃弱，小朋友仲發育緊，呢啲下欄嘢對佢哋嘅傷害係最大嘅。如果你身邊仲有朋友好鍾意北上買呢啲平價無骨豬返香港做手信嘅，麻煩你將呢篇嘢分享俾佢哋睇。
話俾佢哋聽，呢啲唔係手信，係化學手榴彈。唔好再俾啲包裝同價錢呃到，真正嘅美食係要有誠意同埋成本嘅。講返轉頭，點解呢類下欄嘢喺呢幾年會咁猖獗？其實同整體經濟環境都有關係。大家想慳錢，但又想維持生活質素，想大魚大肉，呢啲黑心商家就係睇準咗呢種心理。佢哋用最低嘅成本滿足你視覺同味覺上嘅短暫快感，但係代價就係你嘅健康。喺2026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我哋更加要學識點樣去分辨真假。我有時喺口岸見到啲香港人，一人攞住2-3袋無骨豬，笑得好開心，我心入面真係覺得好氣。佢哋以為自己贏咗個市，其實係輸咗俾個胃。如果你真係好鍾意食脆皮嘅嘢，其實市面上都有好多健康啲嘅選擇，唔一定要食呢啲來源不明嘅重組肉。最後我想再提醒一次，買肉嘅時候一定要睇清楚，真正嘅豬肉係有骨頭嘅。如果你見到一嚿肉完全無骨，而且個形狀完美得好過分，咁你就要打個問號。真正嘅豬邊有咁多完美嘅長方形肉塊俾你？每一隻豬嘅生長情況都唔同，只有用模具壓出嚟嘅肉先可以做到咁整齊劃一。我講咁多，唔係想大家完全唔好北上食嘢，而係想大家做個醒目嘅消費者，要識得揀，識得避開呢啲陷阱。你可以去啲大品牌、有信譽嘅連鎖店，雖然貴少少，但起碼有保障。唔好再被嗰啲30蚊一隻豬嘅口號洗腦，嗰啲唔係豬，係化學組合體。你諗下，如果一件事好到唔似係真嘅，咁佢通常就唔係真嘅。30蚊買到一盤皮脆肉嫩、無骨，仲要份量十足嘅燒肉，呢件事本身就係一個違背經濟常識嘅笑話。我哋唔好再做呢個笑話入面嘅主角，要做一個真正識食、識生活嘅香港人。希望今日講呢啲資訊可以幫到大家，下次反上去嘅時候，對眼擘大啲，唔好再俾啲下欄嘢塞住你個胃。我哋追求嘅係高品質嘅生活，而唔係低成本嘅垃圾。健康先係最貴嘅財富，唔好為咗幾十蚊就將佢賣咗出去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話：哎呀，我食咗幾次都冇事喎。咁我只可以話你好好運，或者你個身體仲頂得住。但係慢性中毒呢樣嘢，唔係即刻見到效果㗎。啲化學物質喺你身體入面慢慢累積，等到你50幾歲、60幾歲嗰陣先爆出嚟，到時你就知味道。所以防患於未然，由今日開始，遠離呢啲平價無骨豬。其實呢種現象反映出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就係食品安全嘅監管永遠跟唔上黑心商家嘅創意。佢哋總係有辦法揾到法律嘅灰色地帶，用一啲你想象唔到嘅方法去降低成本。作為消費者，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提高警覺，用我哋嘅荷包去投票。如果你唔買，佢哋自然就冇得生存。我喺度再總結一下呢啲平價無骨豬嘅3大罪狀：第一，來源不明，多數係下欄肉、碎肉甚至係劣質肉；第二，化學添加劑超標，重金屬同鈉含量爆表；第三，生產環境惡劣，細菌污染風險極高。你諗清楚呢3點，仲想唔想將呢嘢放入口？我成日都講，食嘢係一種享受，唔係一種受罪。食一靚嘅燒肉，你可以感受到豬肉嘅油脂香，感受到炭火嘅氣息，嗰種層次感係化學香精永遠模擬唔到嘅。我哋寧願食少啲，都要食好啲，唔好俾呢啲30蚊嘅垃圾毀咗你對美食嘅追求。大家一定要記得，喺2026呢個時代，假嘢可以做得比真嘢仲要真，但係假嘅始終係假嘅，佢騙得過你嘅眼，騙得過你嘅嘴，但騙唔過你個肝，騙唔過你個腎。為咗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，一定要對呢啲平價無骨豬大聲講不。下次如果再見到啲人喺度推銷呢啲嘢，你可以喺心入面笑下，然後行開，因為你已經係一個覺醒咗嘅消費者，你唔會再做嗰條被人任左任割嘅水魚。真正嘅美食係值得我哋用合理嘅價錢去支持嘅。
最後我想講，其實不單止係深圳，全世界任何地方，只要係評到唔合理嘅食物，我哋都要保持懷疑。呢個係生存之道，亦都係對自己身體嘅一種尊重。希望大家都可以食得安心，食得開心，唔好再被呢啲下欄嘢影響到我哋嘅生活質素。我講咗咁耐，都係想大家明白一個道理：錢可以再賺，但係健康無咗就係無咗。唔好為咗一時之快，或者為咗嗰少少虛榮感，覺得自己買到平嘢，就做出傷害自己嘅行為。我哋香港人一向最叻應變，面對呢啲食物陷阱，我哋一樣可以應對自如。只要大家肯花少少時間去了解背後嘅真相，呢啲黑心商家就無所遁形。記住啦，下次北上，目標係真正嘅美食，而唔係嗰啲用化學膠水拼湊出嚟嘅30蚊無骨豬。我哋要做一個有品味、有知識嘅食客，咁樣我哋嘅生活先會越嚟越好，身體先會越嚟越健康。我喺呢度祝大家以後去邊度食嘢都唔會踩雷，每一餐都食得真材實料，食得問心無愧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分享嘅呢啲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要留意身邊嘅陷阱，做個精明嘅香港人。我哋下次再傾啲更加深入、更加真相嘅話題，幫大家拆解更多呢啲生活入面嘅偽裝。大家一定要記得，真正嘅無骨豬係唔存在嘅，豬生出嚟就有骨，除非係人工剔骨，但人工剔骨嘅成本非常之高，絕對唔會賣30蚊。所以，當你見到無骨同平價呢兩個詞語連埋一齊出現嘅時候，佢就係一個警號。呢個警號係提醒你危險，請勿靠近。我諗大家聽完我講咗咁耐，對於呢啲30蚊嘅無骨豬應該有咗一個全新嘅認識。唔好再俾嗰啲表面嘅金黃脆皮同埋誘人嘅香氣所迷惑。記住，嗰啲可能只係化學色素同埋工業香精嘅結晶。你嘅身體值得更好嘅對待，唔係用嚟裝呢啲下欄嘢嘅垃圾桶。喺呢個咁複雜嘅世界入面，保持一份清醒係好重要嘅。我哋唔係要反對北上消費，我哋係要提倡安全消費、健康消費。希望我今日呢番話可以好似一盞明燈咁，照亮大家嘅飲食之路，唔好再跌入呢啲黑心商家一早挖好嘅坑入面。總之，一句話講晒，平嘢無好嘢，好嘢無平嘢。呢個係亙古不變嘅真理。尤其係涉及食品安全嘅時候，呢句說話更加係金科玉律。大家保重身體，食得醒目，我哋下次再見。